喺南海之濱，粵港澳大灣區西岸嘅橫琴島上，澳門大學作為澳門特區唯一一所綜合性國際化研究型公立大學，正以蓬勃之勢迅速發展。自1981年創校以嚟，澳大從一所私立社區性學校成長為兼具國際視野、科研實力與綜合辦學特色嘅高等學府。擁有實現全人教育理念嘅住宿式書院系統，並致力推動知識整合和協同創新，培育創新人才。澳大以英語授課，其國際化辦學模式吸引世界各地學生同教研人員，現有學生超過16000人，教職員超過1800人，其中80%以上教研人員嚟自全球。澳大與超過400所高校建立合作。作為澳門最高學府，澳大嘅國際聲譽同認可度實現跨越性嘅提升，多個學科領域進入 ESI 頂尖學科，實力備受全球矚目。科研創新係澳大發展嘅核心驅動力。澳大以4個3戰略推動科技與人民融合，設立3個全國重點實驗室，喺3個新興方向堅定前行，並喺3個跨學科交叉領域探索創新。同時，透過3個人民社科研究平台，為社會發展提供堅實支撐。澳大積極推動科研成果轉化，已孵化企業超過80間。澳大合作區校區計劃於2028年啟用，進一步拓展辦學空間與產學研合作。澳門大學肩負人才培養、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使命，致力成為國際公認嘅卓越大學，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。澳門大學創校45週年，篤行致遠，奮進新程。